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下面咱来读台文通信网报第311期，所以这个把迄个连结分享一下，来个。安尼，伫 YouTube 有开一个直播，只是我毋知迄个状况安怎，真歹势，所以免看啦，安心自在真自在。伫暂时边主要伫即个叫做 Clubhouse 即搭只，无参考。顶悬即个应该是迄个台湾图书馆，有本土教育语言本土教育资源资料库，敢若是安尼，所以伊就有不了侪种诶本土教育资源，其中李监局基金会有甲因诶杂志，敢若是算，我无确定是假是安怎，我记得是，会使看到就对，所以我个人是较介意看纸本的，所以我就按我手头纸本来读起。网络顶悬有遮个杂志，其实嘛是爱有人读。至少你家己读过，有你家己的得着，有一寡理解、理论，还是学习，当怎来讲。所以，我嘛甲一寡现主是网络顶悬才找到的资源，放伫咧 channel， 当然你伫 YouTube 应该才看得不少啦，理论上。我无定确定迄个什么状况到底是安怎，真歹势。所以，我敢若是什么所在去用着去，应该是这。我搁打一个即个台湾通讯的网无好啊。好，安尼好啊，反正啦，图涵来拄好，时间来拄好。台湾时间咱毋是到咱12点做伙来遮读寡册，9点进前咧，9点进前随我，我就继续来读拿春水的第3本小说。拿春水即个第3本小说吼，我感觉袂输是亲情莫计较 Plus 师傅面的客兄。好，继续读落去，应该要读煞628页。57章带美国某，摕到日卡袂解脱，某囝归官伫故乡。铁门毋开有文章，早着船边有对象。翻头去甲例子还，对问因仔遐歹款，若敢毋是王宝钏，要找新翁嘛免选。逐晚听煞无搁翻，见着好子虽甘愿。即刻回暖加州湾，欠钱一本才来乱。处处收租逐月爱，女儿随手正咬奶。有话牵到门口来，散着逐晚有来财。丈人无力通排解，决定选伊做囝婿。一声双人笑嗨嗨，即时招亲甲红彩。4句连安尼几拍，5拍听我写。查甫人是毋是会斗伙计，找风骚，甲手头
是毋是良相有寸，真有坎坷。无钱就乖甲穿鞋啊，毋敢变鬼变怪。伫答案假结婚未满5年，未摕到绿卡，还是一个手面趁食会做工人，会当活落去，就真加载啊！靠迄个性命去管顾好主有讨巧并火无，搁过2冬半。答案真正领着用青春甲血汗换来的绿卡，家己一个无依无依，对伫金美的尻川后，行去市政厅办离园，手续办煞，就包袱啊款款的搬去2工前早着锁定着的旧公务处，刷落去。虽未办要转去台湾找某囝的工课，上要紧的是要甲翁口书的代志。七国清讲互明，好主嘛知影，若照年过来算，答案会随便转来台北，找伊甲囡仔，就是即个缘故，伊调工叮咛2个囡仔，然后拄着讲伊是爸爸的人来弄门，恁袂使随甲门拍开，爱慢慢有伫咧，留互伊家己去开。1985年10月初，迄天应该是拜六暗。有听到市电铃顺线休阿秀阿文的声，阿秀紧装起灶骹讲，足生气阿爸转来声，阿母你紧去开门。好主线手甲前时放落，双手伫卫士巾仔顶拿回，看看行来门喙，囡仔甲内室的插门拓开，透过人有西窗隔着的路门，好主认出来是7冬无看到的真翁，原来真好喙险一声答案，你食饱未？答案徛伫门外话讲，好主，你若毋甲门拍开咧，安尼是要安怎讲话？歹势，真正是拄合袂你拄好，袂使互你入来。这阁是安怎讲咧？因由是半冬前我阁嫁互别人做某，青米都煮成饭啊！你着莫过来甲我高高伫好，我毋是。好主早就甲身份证传便便，价钱2通摕悬摕伫手里，拄互答案看，才讲你看配5烂的名姓，安尼你要信无？答案有小可硬气，阁煞话讲是安怎你要安尼做？你去美国，甲我匿伫台湾。甲我匿伫台湾7冬，甲我匿伫台湾走7冬的外挂，你也敢讲？迄是你幸的，较会使怪我。钱无2个袂谈啊，你家己嘛是7个较兴白。毋过歹开带头的是恁姊啊，甲姊夫迄口罩，来迄家口内西人的，阁出钱教我做假梨园，半姜软，我去摕美国籍。即阵你煞大仙孝心，安尼敢有公道？好主心一款仔久讲，但咱拢大人大母种啊，正赢正输嘛无较绝，是毋是莫阁讲啊？即阵的答案有评拄者较定着落来，就讲阿秀甲阿文要安怎解决？我看，互咱随人阁转去想过共，才阁来讲好。答案阁煞话，赶行李起来，滑头就走，落爽坐客人车去火车头，想要落去台中找丽子。好，敢若时间到，伊后壁即篇台文通讯网报第24啊，即篇不良硬道垄断地位之的，所以可能我伫进前足久进前我是惊啦。当2002年当开始读的时阵，拄有即种罗马字地位之的，就惊讲读都无讲甲迄种，所以免惊，来，大家开始听啦，你若有兴趣啦吼。要读的这篇是不良硬道的，
你若有看到，确认应该我有打一条迄个啥，台湾图书馆的连结啊，伊台湾图书馆遐就迄个号做啥？我敢若无答着，要来读311期第24页，那是全罗马字的吼，不哩都会挑者，所以免惊呀，大家读落去安尼。我甲打咧，确认即个是台湾图书馆迄个网络顶悬的资料，3年嘛来啊，有哪拢听，来有哪看遐。反正即摆即篇刷的即篇是不哩大的挑战啦吼啊，因为伊即篇嘛诚长啦，所以我看卖啊，24页开始，可能我先读倒手边，然后3年是毋是读正手边，然后25页有哪你才看你要读一段、2段、3段，反正就安心自在、自由自在，用迄个乌体字来计开啦，啊到26页就相对较短，剩较少啊。好，来，我先来读这个24页，吼，24页我读倒手边，当然题目我来读啦，吼。坚持台湾本土语言文化，才通固守本土主权。南国文，吼，今年总统甲立委选举是坚信顾台湾主权的听力定影大赢，有即道的结果，咱会使看出下骹几项启示。第一，坚持台湾本土语言文化，才通固守本土主权。这20冬来的选举结果，互咱知，中南部选民毋拿台湾本土语言文化的意识足强，嘛是上坚持挺台湾本土政权甲台湾价值的核心铁票。比如讲，即摆立委选举分林以南，民进党候选人强要摕到所有的实处，因过民进党声势歹的时阵，中南部的选民犹原遐热情，佮坚定咧甲因相挺，主要因端就是这选民的核心价值是台湾本土语言文化，因较袂遐简单去互中国式发大财迄款虚假的话语骗去。好，我先读到这。来，3年换你。迄有人甲你抽起来，换一人抽吼。即马就是正手边，你是香港人，这在拢见。你读去对，哪有香港人？24页呢？你是读去对。台湾本土语言文化，因较袂遐简单去互中国式发大财迄款虚假的话语骗去。第二，坚守台湾主权甲主体价值是
未来民意主流，台湾改严做初期出现后实名现象，选民结果也是受中国民党教育大汉的大中国思想共镜头占多数。不过，这30多年来，透过民主化甲多元化得到发展，台湾正做主体的价值观甲本土政权意识已经有过半的人所支持。就这届选举来讲，大中国思想公认头的人口结果无够细成，因会愈来愈加的趋势真显明着嘿。到这。好，感谢迄个玉玲你若对着，连咪才对咧舞脑后壁读，25页，拢白话字啊，这算着因是写白话字，大陆会是写白话字的。大家朋友若有兴趣啦吼，311期25页，来舞脑啊你。第三，台湾也爱行国际路线来对抗中国霸权。中国霸权主义者的炸 CHA 尔炸。炸的引起世界各国的警觉甲抵制。中国用过做世界工厂，必须因伫短时间内正做田桥仔，趁袂少钱。对习近平的中国统治集团掠准田桥仔通控制全世界，煞毋知去踢着美国即个铁帮，引起美国甲中国的博弈战争。伫即场战争里，中国的拼音嘛，亲像碰风水鸡太无肉，因的弱点若随个别空红看现，搁影响因家己的经济发展。再来，中国也做因有缘会当摕钱请人伫网络黑白放风声甲请中搁用强嘛，中强。
用系代理人来影响台湾的选举，就尾嘛，互咱知影立法渗透法，各项国合作来互来炸来轰炸中国统战台湾不只有效。好，感谢。来，玉玲换你第四。我玉玲电话中哦，还是我先接线读，我读完即个第四，到迄个乌体字遐，玉玲若有对着，才互玉玲读，无就是3年读安尼。来，25页倒手边即个第四，坚守民主甲自由是普世价值。习近平带头起杀中英联合声明内底对香港人民的稳定，搁进一步利用贼头甲黑道迫害香港人。25页郑秀明即大家吼。这在拢见证，互中国统治是百面无民主甲自由。台湾就爱坚守民主自由，才会普世价值，才通得到国际社会乌眼。像即道选举，就是台湾坚守民主自由，所摆伫选后随互各国媒体甲政治人物公开报道甲娱乐。好，搁一段，要安怎才会当固守台湾本土政权，搁接受享受自由民主的成果呢？咱伫遮有几项建议，要互新的执政团队。好，3年有人走去，3年你有对着无？新的我看有下骹，哎呀，等下呢，下骹有。25页郑秀平。Eric， 等下 Eric 嘛通起来，Tina， 好，我来看这个25页，郑秀平，第一江强。伊无鼻音吗？伊无鼻音，敢若 KA 尔。加强台湾本土语言文化的台湾下教育。台湾本土语言有台语、客语甲原住民族语。CHOK 尔咧，你读对 CHIOK 啊？族语。我本地读迄个圣经，迄个伊做侪字，我嘛拢会加一个爱族语。遮个语言拢应当列22年国校必须。你慢慢仔念就好啊！你慢慢仔念，你看字念，我感觉你敢若无看字啊！你可能伫听你头壳内底的声音袂款。对，12年国教必修课程，大学的
本课嘛爱甲因伫做选项，国内真侪大学拢规定，一年爱修国本课，毋过现此时国本课煞白体北京话内外的语言，这毋若表明遵循中国北京话的选文无拼音，伊是 SOA 尔，你拢会家己加拼音，你会家己拼音会造出来。对。所以我讲你敢若无咧看字啊。山本主义，山本主义。你慢慢念啊，你用目睭看字，慢慢念，莫念啊紧，你免念啊紧，无要紧。歹势，我转来啊，好，我甲这段20个页，我读20个页，下骹4抓，倒转4抓嘛违反遮恁遮选的。你打我。好。啊，我先来查。倒手边，正手边。正手边。好，了解。嘛违反旧年公告实行的国家语言发展法，教育部应当爱即时修写这款违反行为。好，到这。修写毋知啥。好，到这。修写这款违法行为，个辽宁换你25页、26页、20页，个12年国教。好，安尼当好，个12年台湾文学甲文化课程比例爱有悬，嘛爱甲中国历史刷去世界历史的范围来教。好，再来第2，加强全面执行啊，加强全面执行正义。伊咧讲转型正义是无？是转型正义。现主席，伊毋是写现主，伊写现主席。现主席诶，转型正义会使讲简单，做半套尔。过来咧，蔡总统第2任进来，就爱全面落实转型正义的工课。第3，恭敬 KIONG 嘿，歌咏嘿，你会免家己加减字。公共电视台公共电视台 ENG 啊，应当伫南部独立式台语台，目前公司台语台简单是一个临时的频道14，经费嘛真有限，用约是客语台甲原民台
甲你头壳内底的视频冲突啦，你会家己加字走出来，所以讲你嘛无伫真足看字安尼。我头壳来写哈，我是经费嘛真有限，安尼对啊。对啊，就讲国民台啊。用是客语台甲甲原民台。以上的2声尔，台湾南部是台语人口上侪的区域。伫南部独立说台语台嘛，合理嘛不加必要。好，这是咱国文所写的啦吼，坚持台湾本土语言文化，才通固守本土政权啦。这是2020年因为选举了后，因有去写的嘛。啊，这是我毋知各位朋友读完这篇回乡思当时，敢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台湾目前的状况，不管是2026年的现主席的状况，或者是2020年2月这篇文章刊出来迄个当时的状况，反正拢是前辈拍拼就来嘛。只是我看到的是，伫咧蔡总统的任内，廖准讲台湾已经行到这种民主的境界啊，的社会啊，咱应该是拢会晓知影民主自由这的状况嘛。也毋过真不幸的是，有一句话是安尼讲，毋过迄句话当然我是头摆听到是，敢若会晓用中文嘛，硬要甲读做台语文嘛，毋是袂使啦。我本匠心托明月啊。明月却照臭水沟啊！我本将心托明月，明月却照沟渠里。1947年发生228的事件，嘛差不多是这个状况嘛。台湾人受日本的统治50年，虽讲遭遇到不利啊、无正常、无正当的待遇，也毋过咱的先民是感觉讲，敢若拢是按长山来的，大家应该拢是中国人才对啊。所以互因来管嘛无要紧啊，甲伊放大家好势嘛，而且佫揪红布条甲伊欢迎嘛。咱会知影遐是去食兵，佫举倒野穿伫屠杀台湾人嘛。也毋过1947年到2020年，大家变到安尼了后，蔡总统的8年，嘛廖准讲，应该有得到自由民主的这种洗礼，知影应该什么状况啊？也毋过我观察到的，我是一个小人啦，我是小人啦。我观察到的是，咱甲伊当作人，伊无甲咱当作人；咱甲伊当作人，伊无甲咱当作人啊。也毋过你去想看卖啊，目前咱所知捌的是毋是？因为中国人将来袂甲其他的人当作人啊。我有把你当人看啊。你若甲其他的人边仔当作人咧对待，敢是用嘴讲就会准拄煞？我有把你当人看啊，你们都没来看我啊！这不是来了吗？所以有足侪代志，因遐就是用嘴讲的，甚至即摆是连嘴嘛无爱讲啊嘛。所以当然历史无法度重演，即摆等于是民进党第3任总统嘛，头前2年廖准讲该处理的拢处理了，毋过实际上他会知影讲，因遐是做啥蛇蝎之心啦，可能是蛇蝎之心吧。所以变成讲，迄当时会感觉啊，咱安尼慢慢啊做啊，会使互因安怎讲，无平衡的心小可平衡一下嘛。所以无处理一寡代志。当然即摆来看是感觉，迄个时阵无去处理，敢若毋对嘛。变过，或者恁转来讲就是。
准讲改严以后，台湾人嘛毋是，逐工拢啥，拢不哩啊顺的嘛，一直到当嘛是嘛。2026年预算竟然伫咧，徛今仔日来当年，才三读通过嘛，已經過2/3啊，所以根本咧人糟蹋的嘛。啊，所以有當陣啊，我就講嘛，差不多20年啊，聽到一句話講，不顯金剛落木上，難顯菩薩慈悲心啦。你的自悲心是愛針對好人的啦。啊，所以若陣講，遐個毋是去互你，去互我，去互咱認為是好人的，安尼咱當然就是用伊的手段來對付，對無？迄個臭頭啊，淡仔咧講啥物以德報怨，因的孔子講2000年前就講過啊嘛。你若以德報怨，你要提啥來報恩啊？你要提啥來報恩啊？所以應該是以德報恩，以德報德。因先有人講的嘛，啥？以眼還眼曉，還是行？迄你要讀行啊還，行好啦，哦。以眼行眼，以牙行牙嘛。你安怎對待我，我就安怎對待你嘛。是毋是應該安尼？所以在過去，台灣人攏去用教做號做啥？溫良恭儉讓嘛。啊，毋過實際上講者較無輸贏的啦。反正恁爸是食凊飯燒蛋啦，看是要問的母的攏會使啦。啊，這有當拄着少年，伊來甲你耍陰的，耍陰的，就無一定遐爾好處理啊，可能是安尼。所以長龍土這篇文章，咱國文所寫的，用白話字去寫啊。迄個時陣，伊來表示講，堅持咱的本土語言文化，才有通好行向世界。要毋過煞回頭來看，就敢若迄個啥，或者講尻川頭，講後頭話吼，還是講尻川後話，就講即馬才來講啊，蘇東時這無做，迄無做安尼。所以即馬才淡薄咧講，這無做，迄無做，地書現主是即個狀況，敢有啥物路用？講一個較粗魯的是，你淡薄講蘇東時即條無做，迄條無做，有啥物小路用？無啥小路用啊！應該是講過去無做迄幾條，地到現主是即個狀況，啊，現主是咱要安怎來處理？要安怎來處理？啊，當然我就講嘛，文的武的攏聽我提出來啊，應該是安尼啊。所以今仔日嘛有看到嘛，對無？用魔法拍敗魔法嘛，你要發錢，我煞袂曉發錢哦。所以有一招就是，在野黨提出來政策，我執政黨就甲你抹架起嚟啊，我就甲你抹架起嚟啊，對無？所以轉來這篇文章就是講，迄個啥，王玉德講的迄句話嘛，語言是民族的靈魂嘛。啊，當然在日本時代，伊無遐爾強勢。當然1937年以後，伊嘛足強勢啦。所以有當陣啊，去回想講日本時代偌好拄偌好，即、這個句話其實嘛是愛考慮啦，無想象遐爾好啦。只是講台灣人台灣400年來，攏有遮外來政權，甚至外來民族，啊無認同本土的遮個人，一直吞打，一直欺負到今。敢講台灣人毋值得家己出頭天，敢講台灣人毋值得家己做主人。當然一寡假中國人，或者是闖來台灣的，假做台灣人的，某一種程度，我個人是感覺，無要緊啊，反正總是有一條紅線嘛。這條紅線畫佇倒位，大家心肝內有數安尼啦。哦，真歹勢，我毋知咱台頂嘅朋友，白話字嘅文章對我來講嘛是不哩啊大嘅挑戰。吼，啊，毋知咱台頂嘅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我是拍算吼，後壁即篇張福珠醫師所寫的白話字吼，咱是毋是先跳過？還是因為對只迄個寫，我看 Erica Carroll 上台還袂念着，因為若閣讀白話字，我感覺挑戰傷大，咱是毋是直接跳來讀30頁即個白北啊，跳來讀即個，哦。
好，请讲。你想要读就是汉罗的，还是汉语进前？我想要。哦，你讲，你讲。头拄仔讲一个，头拄仔读这篇吼，所以我刚若捡到后壁的话手吼，其实我有一个有几句话想要甲你回应，啊嘛有大家分享下，一个想法分享一个安尼吼。无问题。最主要就是讲，伊咧讲咱的台湾话，咱的台语台，对无？我一直感觉讲，一直讲咱台语霸权，台语霸权吼，真正吼会，逐个讲即句话真正会笑死人。不过定伫媒体看到安尼话，台语霸权真正会笑死人。啥物叫做笑死人？有啥我安尼讲？因为因有原民会，因有客委会啊，拢一直讲咱台语霸权。这是我一直感觉，这是毋是爱逐个读解小可切切诶？这是一个咱就不爱伫遮争论甲讨论啦。佮回应讲，你头拄仔，我想要甲你回应一句话，就是你讲，我本将心托边关啦，奈何边关就操最高。不管，迄无重要。我要讲的就是讲，你讲伊无甲咱当作人，伊毋是伊向拢无甲，伊拢无甲人当作人，迄是因兜的代志啊。问题是伊来咱兜呢，伊来咱兜，咱家己当作家己，咱即摆用即个角度呢，伊来咱兜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伊来咱兜呢，咱家己当作家己呢，伊即摆是安那，甲咱当作别人呢？这是毋是去食官庙讲？去食官庙讲啊，对啊。对，我想着伊头拄讲迄段话，叫我想着讲，真正是去食官庙讲嘛。系啊，过来就是讲，因为我这人无啥无对政治毋是足有概念嘛，无啥关心政治，但是我前3工我真正足生气。我想起什么代志？我感觉当然足莫名其妙吼，歹势，我真正讲一个较歹听，因为迄个立法院的迄个预算的问题啊，因为你讲公司你就算讲好，伊要甲迄个预算甲伊减少啥物，伊拢有伊的专业，伊拢有伊的问题，伊拢有伊的理由，这个人会用接受。我拢想我原百姓我能接受，但是咱有人数呢，伊讲民主社会呢，咱有人数，咱人数毋是5000个人呢，毋是5个人嘛，毋是500个人呢。我有看迄个数据超过10万人的人数呢，结果伊嘛是甲预算，安尼共款嘛，就结嘛是甲伊删掉，删了算了，伊佫甲咱当2亿，所以2亿对因原民会，对因其他的族群来讲无啥希望。伊对咱台语啦，对咱台语是真正是一个真安怎讲是研究命的物件呢？咱的文化，咱台湾文化，就是对要行对倒位去。佮讲文化部的预算，对，其实真正就想要，即想画完即想我想画完我是要讲，你讲这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你要甲讲这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我真正我感觉真正我感觉我讲我若安尼讲，我会感觉歹势。我只是要化修这个问题，我想要真正我前2-3工前伊讲预算通过这件代志，我毋知影你各位有去看到这个新闻我相信是无啥咧插政治新闻，但是我感觉就是这条其他人文化部伊讲甲咱抬调偌济就算啦，文化嘛袂使算，对咱来讲嘛是足重要。其他我感觉是上莫名其妙，就是公司，对无？公司台语台这个部分，伊甲咱当2亿，伊甲2亿当咧，伊嘛是台其他伊几场嘛是人台掉我感觉这是。伊个理由是足莫名其妙就是讲。真正德国斗菜刀嘛，伊个落一个条件，讲做啥物爱甲立法院通过遐法律提出来公布安尼。问题就是讲，照目前宪法的设计，对无？照因中华民国的设计，讲一个较无输赢的啦。中华民国 ROC， 莫讲 PRC 啊，连中华民国 ROC 就无台湾澎湖的主权啊。迄是讲美国是即块土地差不多顾条即马美国还袂出声所以当然有人淡仔咧讲，无恁即马咧选中华民国总统是选假呢？中华民国即个名称按1979年
1979年正月款吧，吼，就是美国的迄个台湾关系法迄个时间点。迄个时间点进前，中华民国即个名称确实是一个国家的法人，无毋对。也毋过，台湾关系法了后，中华民国即个名称就按国家法人变做一个司法人啦。伊无国家的国家啦。虽讲咱家己讲啊，足爽的啦。也毋过，在国际上，大多数正常的国家就知影讲。中华民国已经失去国家的国家啊，伊已经无国家法人这个身份啊，伊变做一个司法人，就是你一个叫做，伫咧民法顶悬嘛，有迄个叫做啥？公人、私人啊，公人、私人各分自然嘛，对无？咱会行路、会啉水、会食的这个是叫做自然人嘛。啊，毋过公司行号，迄嘛是一个等于是伊嘛只有。伊嘛有人格啊，只是伊的人格是属于法人的人格啊，毋是咱种自然人的人格啊，无相款啊。虽然讲人格的权利义务是差不多啦，对无？人当时出世，就是你按恁老母的腹肚出来，你的人格就成立啊。一个人的人格当时消灭，去用判定脑死，还是袂瘾阁喘气啊，伊的人格才消失嘛。公司嘛是相款啊，当时有迄个公司的法人的人格，就是设立的迄个时间点嘛。当时消灭，公司内部的人讲，咱公司要甲结算，要甲清算，要甲伊处理掉，该还的钱、该收的钱拢处理你的，设一个时间点，结算迄时间就消灭啦。所以，咱台湾人对咱台湾家己的历史，搁一寡咱应该爱知的基本点是欠缺的。是欠缺的，啊，这是歹势。拄则叫恁所讲的吼，迄句我可能爱小碰一下，就是讲有袂少人淡仔咧讲，我无咧插政治的，我无咧管政治安那的，歹势啦。随便讲有连我也是照讲啦。这种人真的是笨蛋啦，这种人毋堪要看什么人啊？咱进前咧读1984的时阵，有一寡迄个啥，内底咧讲的讲啊，凊彩就去用牵咧弄，还是安怎？这两工啊，有一个迄个啥。公司 Plus 吼，就是有一个日本的漫画嘛，迄敢若是啥物超能力者嘛。啊，拄有一集就咧讲到哦，现主时的社会拢望有一个救世主来带领大家走向一个更较好的未来嘛。也毋过进到20世纪啊，我毋知各位朋友，恁对宗教的信仰，甚至咱家己每一个个人，你家己伫即世人，你到底安怎看待你家己？若准讲你有相信修行这条代志，或者是你是对基督伫咧行的，啊，你敢有照因所讲的遐教义、教册、圣册、圣经、佛经内底所讲的、所指示的去做？啊，只是迄个啥，应该嘛1-2千年前啦，我袂记得迄是对来的。就讲迄段话是讲啥？上等人是听着道理就拢照做啦，啊，普通人就是有当阵做，有当阵无做啦。啊，若下等人呐，下等人若听着道理就是大声笑3声啦。若准讲下等人无咧甲笑的迄种道理，还是迄种话句，迄就无诚做是道理啊啦，对无？上师问道款福音啦，中师问道实存实亡啦，下师问道大笑之。不巧，我毋知要来参考。不孝不足以为道啦。这当然是我挑工袂瘾读迄个华语音来啦。在过去嘛是读华语音嘛，上士闻道全福音啊，一听就是做道理啊嘛。所以孔子的时代嘛，迄个言会啊，像讲嘛，雕门道习死可矣，对无？下早听着道理就紧去做啊，紧去做了，当准讲下晡死去嘛，是就有价值的嘛。所以。上士闻道全福音，中士闻道实存实无。有当时想着做一个，要毋过迄个想着甲无想着就袂输啥。爸母听囝当流水，囝想爸母树尾风啦。讲一个较实在啦，咱对爸母的孝念无就时刻的啦。要毋过爸母咧饲咱是时刻嘛，对无？
爸母饲囝无论饭嘛，囝饲爸母照算长嘛。所以中士闻道，十存十无啦；下士闻道，大孝之啦。伊就差，迄什么歌？不孝不足以为道啦。人准讲，迄毋是真真正正的道理啦。下顶人无咧甲笑，就无算道理啦。有笑才是算道理嘛。当然，现主时的社会，现主时的台湾来到即个坎站，确实一个混乱，还是讲有当阵啊，真正看一寡消息嘛是心肝艰苦安尼。总是学台语了，这迄个啥，想到一句话就是讲，心肝艰苦，头壳袂使歹去。当然，迄个头壳袂使歹去是，你心肝底有一寡基本的迄个啥原则，对无？苏明老先辈所讲的嘛，咱先做一个人，才来做台湾人嘛。啥物做一个人？你有你的迄个做啥？公平正义嘛，还是讲啥物乐善好施？还是看到人遭遇到无好的待遇，你会徛出来嘛？毋是过去咱的时大人甲咱讲的两句话。第一句，囡仔人耳无喙；第二句，迄无咱的代志，莫插伊，对无？讲啊好听叫做明哲保身嘛。要毋过实际上，社会败坏拢是一点一滴败坏去嘛。最近咱开始看到一寡，感觉啥物饲野猫野狗的遐个。我就讲嘛，遐个人是存好心咧做歹代嘛，所以变成讲，有当阵啊看到一寡代志，是毋是？当然，你心肝底迄个正义，也是你心肝底迄条线，甲我心肝底迄条线无一定是相款的。要毋过，咱拄着无事事的时阵，你会安怎来处理？举一个例，不管是坐捷运还是坐公车，即马有一寡有货的人，毋知啥物原因，手机啊。摕来就开始看一寡影片，不管伊看什么影片啦，只要大声的啦，甚至会甲你吵着的啦，还是你感觉足刺激的啦，你的态度是啥？可能今仔日进前，咱大部分人讲啊，煞大去啊，咱念伊就要落车，莫吵，其他无要紧啊，迄安那。要毋过我就讲嘛，社会安宁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嘛。有一个人竟然敢淡仔咧做即种代志的时阵。伊是毋是先孝想，还是先望，先靠说讲无其他人敢甲含苦？所以从今以后，咱是毋是拄着即种状况？我都捌做过啊。到底是像手机啊看较大声啦，要较细声袂晓啦，直接甲关落去啊。你嘛真歹啦，歹是拄啊好尔啦。所以我就讲嘛，坏人凶，好人要比坏人更凶嘛。为什么遐个歹人会淡仔歹？伊说恁遮个好人拢假好衰，逐拢惧我囝，拢惊死。我就讲嘛，恁爸食凊饭烧蛋，看是要安怎啦？啊，我嘛毋是讲要去共吞打，要去共欺负，要去共安怎嘛？你看手机啊，恁兜的代志嘛，甚至食薰的嘛是相款嘛，只是我即摆未去甲食薰的碰尔。对，你要食薰恁兜的代志嘛，啊，毋过你影响着我啊，你影响着我啊，对吧？遐食薰就讲。我们抽烟的人都没有人权吗？你应用的别人都没有人权，就刚才对家所讲的霸权，即摆上大的霸权就是欢喜啊！我就讲嘛，阮台语人的要求，只不过是讲咱所有的语言拢有一个平等的地位。你欢喜就爱按身价倒顶来到边仔坐去，阮若坐你就坐，阮若徛你就徛，即摆毋是啊。即摆伊欢喜中文高高在上，踩伫咧身价倒顶，逐个其他的语言规个涂骹咧甲拜，啊，落个涂骹悠啊，咱才去扣。原民台甲客语台人至少有一个电视台一个委员会去支持因的语言的复制。只是过去20年以来，咱来甲看就是讲句较歹听的是无啥小路用啦，讲句较粗鲁是安尼啦。啊，台语目前是因为。咱真正嘛，至少我真正毋甘讲，今年我咧8年之前，我的台语可能真正无人讲啊。现主时嘛，20岁以下剩100个人咧讲嘛。你讲这袂味啊哦？虽然有一寡人，遐我认定迄人迄是假中国人啦。啊，没人讲就没人讲，就算了啊。反正我们要讲共同语言就好了啦。我就是袂言啊，恁爸就是袂爽啊。啊，所以变成讲，
拄着一寡伊淡仔咧啥都袂讲诶，当然一时之间是点点啦吼，一直搁踮咧讲台语霸权的即条代志。我是毋知影即句话会使甲拄无啦，对无？迄个某咪人讲台语沙文主义嘛，即篇文章内底嘛有讲着嘛，对沙文主义。啊，上大诶华文主义，上大诶沙文主义就是中文华语啊，上大诶霸权就是中文华语啊，对无？前一阵啊，我伫面册看到有一人写一段话是啥物话，踮仔咧讲啥物支持多元。个支持多元拢用中文伫咧写啊，用中文写啦吼啊，我们就是尊重多元呐、我就想，你的尊重多元，所以拢叫大家拢爱写中文，讲华语，吼，讲诶，那个尊重多元不是要求一致啊，你要求一致嘛，敢若你中文华语尔尔啊，恁的要求别人爱写甲恁看有啊，所以我就讲我去读迄本 Henry David Thoreau《乌面散记》的时。因为我高中就摕了本册，毋过迄本册是节录的，前几年我才摕到全本的。然后我读到第18章结论的时阵，我高中摕迄本是无第18章，伊规18章是无去的，莫讲节录无，伊就17章伊种讲细细本啊，都无到100页啊。我说这那准讲来读做英语嘛，算简单，你知道？叫摕阿尔为400-500页，然后看到第18章的时阵结论。我看到一句话，才知觉着讲莫怪要叫咱所有台湾人爱讲中国话。迄句话讲，英国和美国提出一个真函的要求，讲叫人讲话就爱互因美国人爱互因美国人和英国人听有啦，就是要求所有人讲英语啦。我看即句话才醒啊，莫怪伊叫咱讲中国话，咱若无讲中国话，是要安怎甲咱监听监视啊？所以。有当阵啊，本土语言即个部分变成讲，若准讲伊毋是遮尔强烈，吼，换一个认来讲，准讲甲咱照顾较好势好势，咱台湾人想要争做咱的主体性，是毋是应该继续讲咱的本土语言？当然，你遐假中国人个踮咧靠背讲啥物？免骗啊啦！恁的台湾话嘛是300-400年才来啊，迄300-400年前的。进前迄个原住民语言才是真正的台湾本土语言啊，对吧？即句话嘛，雄雄一听就敢若足成的，毋过实际上并毋是遮尔简单的代志啦。台语即个语言是透过自然无人规定的，大家就怎用台语成做共通语嘛，对吧？1990年进前，单头单尾相对7-8成以上，甚至8-9成以上的人嘛是拢讲台语的啊。当然去到客家庄讲伊的客话。伫咧原住民部落讲伊个原住民话拢无问题嘛。1990年进前，这语言是算还阁 OK 啦。虽讲1950年代迄个国语政策要求所有人爱讲伊中国话嘛，但毋过一直到1990年40年的时间压制落去了后，国家语言法典化无够早介入，无够早三新，所以必须到现主是这个状况嘛。以现主席这个状况来讲，台语可能还阁有救。啊，我个人的看法是讲，台语的资源遮尔少，若准讲有法度恢复到一个程度、一个坎站，安尼客语甲原住民语，因为因已经有组织，已经有电视台啊，安尼可能来救，还阁救会起来。啊，若准讲连台语都救袂起来。讲实在，客语甲原住民语嘛是无效啊啦。啊，不哩啊，侪人嘛是观察到，就是讲，即马嘛，20岁以下剩1%人讲台语嘛。20年后咧，这20岁人40岁啊啦，社会就是以因为主啦。啊，以因为主，因即马1%咧讲台语的，20年后你有可能变20%无？差不多是无可能的代志嘛。啊，这嘛是咱。现主时有知觉到的、有要义的人，还阁伫努力的所在嘛。虽讲2020年，不2019年，彭美芳的美芳话就讲啊，2020年出世的囡仔就已经无纯粹的因迄个语言的环境啊嘛。客语原住民语早就无啊啦，台语是可能2020年就真正无啊啦。因为2020年进前就是1年减1%嘛，因为顶一届的
算大条早是2012，可能佫10%嘛。啊，照迄个趴数掠落去，2020就是0%嘛。即摆2026年啊，所以现主是咱看到的资料是，现主是20岁以下剩1%咧讲嘛。啊，当然就变成讲看决心嘛，对无？政府的决心，相对的人，还是相当的人，有即个决心有够哦。世界上其他的所在，好佳在嘛，至少佫有一两个是成功的嘛，对无？纽西兰嘛，是毋是？纽西兰 Australia。所以莫激动，嘿，咱先嘿，咱家己先较拍拼，咱继续，咱还佫有几啊位朋友还袂读着咯。对啊。台北啊。来读北北啊，北北啊，即篇，伊拄则迄个啥，伊北北啊，甲2赢尔，无讲介长，所以理论上，伊连续2篇白话就感觉挑战伤大啊，好啦，来啦，即个芭比甲阿丹歹势啦吼，即个无小心牵伤长，牵伤远，啊，即个艾丽卡吼，我毋知你有法度对着，即个300集的第30页，易俊宏所写的北北啊。高山北北甲秋花，那碰漆类的吧，我咧摇。所以拄则迄个啥，山米乌娜，拄则迄什么人 ？Carol 像歹势，还是迄个啥，玉玲你先读过，啊，然后艾丽卡甲乌娜3年，伊即篇袂讲介长啦。北北啊，对，北北啊，互你先读过，啊，则艾丽卡、乌娜、珊妮。我先去一个头好啦。好，北北啊，高山白富属，叶俊宏，金主年初一篇专栏，就是爱来甲大家介绍咱台湾才有的鸟鼠，北北啊，人要食无？看这名号就知影因腹肚的毛是白色的，因为因主要是伫咧关山生活，所以华语名内底阁有讲到高山2字。实际上，以前日本咧统治台湾的时阵，叫因是阿里山鸟鼠，因住伫2000公尺悬的山顶。伫迄款所在，因无得薰食草，也是食菜。虽然主要是食博益发芽的所在，不过嘛会去掠虫拖。好，以上我来讲。好，感谢。艾丽卡，换你。伊念角度哈。30页正手边。30页的正手边上尾一段。因是台湾关山真有代表性的鸟鼠，若普遍体型嘛较大，因除了腹肚是白色的以外，较车。你读对华语，你读对英语啊 ？TSIA 是无送开，较接偏头尾是 KH 有送开嘛 ，PH 有送开嘛。较接片拢是乌肤色的，因的尾溜足长，会比成鼠佫较长寡。因的毛真幼，因为关山顶会足冷的，因需要互家己保持烧热。长尾溜是互因莫动起平，因为因有时会爬去树仔顶，通常鸟鼠拢是伫咧夜间活动，白北啊嘛共款，所以因的耳仔大，好手济，拢是帮助因伫暗时活动的工具。好手会帮助因了解头前甲附近的状况，佫较远的就爱大耳仔来斟酌听咯。好，感谢。有哪你读一段，再换珊妮读。关山的动物无亲像平地遐尔啊济，
所以白腹仔会互猫头鸟肉叶，即种食草的鸟仔掠去。野生的白腹仔差不多敢若会当活1-2冬尔尔。因生无济，一胎平均是2只幼囝。虽然探种较艰苦、较辛苦，但是人类活动真少伫咧深山内，所以因的生态目前是有淡薄仔危机尔。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甲因放伫 Near Threatened 名单内底，意思是讲现此时因还会得过，但是若无甲因保护好势，真有可能随会面对绝种的威胁，需要咱搁较注意一寡。好，感谢三林华丽。楼骹有机会啊，机会是你若讲想要读，因为你可能用即个browser 去听，伊是静义的朋友，到时会使讲到即个 Clubhouse 软体，若是甲我做朋友，我就甲你讲，安尼就会使做伙听，做伙念啦，即摆敢若会当听，我来实际上。全世界的鸟鼠差不多有500外种，台湾有的是10几种。台湾只有的鸟鼠，若白腹一种，我会继续伫即个专栏内底介绍其他台湾只有的在来鸟鼠。虽然大部分人对鸟鼠的印象无好。但是最后要来讲一个甲鸟鼠有关系的台语好话，因为最近肺炎疫情严重，望大家今年拢即个厝内平安，意思是讲因厝鸟鼠啦，歹势，厝内平安就是讲因厝内平安应该我变调毋对，厝内平安就是讲因厝内。平安的意思啦。好，感谢啊！因为这是2020年2月出版嘛，迄阵就是拄啊疫情当严重的时嘛。毋过最近个人咧帮咱复习过去的历史嘛。当然咧帮咱复习的意思是因一寡人少了袂讲嘛。迄个时阵当然，疫情期间安尼到2022啊2023，迄个疫情中心才真正算线固嘛。进前为着要逐工淡仔咧报新闻，淡仔咧啥，自2020当时开始，敢若是过年前吧，对无？过年进前就开始成立嘛，因为2019年12月，因有人真有零舍去知觉到嘛，就随通报嘛，通报了后，教因的专员发觉着讲代志无遐尼简单嘛，爱紧做嘛，所以就好佳在甲炸咧外口嘛。炸咧外口了后，台湾算讲酒都袂歹嘛。虽讲有一寡，总是迄阵敢若，我会记数字敢是10000的偌济，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全过往去嘛。这换一个角度来讲是，迄个啥，阎王若要人3更走，是无人敢甲留到5K 嘛。搁另外一个状况是啥？讲起来，大家一概听到嘛，感觉遮残忍。毋过有当阵生死有命嘛，73、8是阎王无啥家己去嘛。阮的厝边有人困的走啊。现代社会，你讲要有法度即种困走，真正可能我无听遐济吧，是毋过你有1%、5%以下。总是转来这文章嘛，讲疫情期间，大家真正真辛苦呢。最后即句就是，有人讲鸟鼠，有人讲鸟鼠嘛。当然照即个叶俊宏伊的腔口，伊可能是伊要甲伊用厝内平安嘛，对无？迄个鸟鼠啊，若来，我讲鸟鼠的腔口嘛，无人是鸟鼠嘛，对，就厝内平安即个概念嘛咧。这嘛算
亥音字嘛，所以台湾人是等于是即种用亥音字，毋知是有几百年的历史啊！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对咧读完听完即篇了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搁捌听一个汉语，伊讲，做事还是处事，迄个声音，毋知有影无？有处一说，因为有人讲台语的一寡动物啦，拢甲迄个声音不离啊活，吼，啥物虎嘛，对无？猫嘛，狗嘛，啊，当然有当阵啊，事实到底如何，迄可能嘛看讲你是徛伫倒一个角度来看嘛，你研究声音甲迄个意义的前差，安尼可能你会得到讲哦，真正有即个活音，所以亲像迄个啥，咱伫做一寡物件的时阵，嘛会去模拟迄种动物，也是迄种通拖的声嘛，即两工仔吧，是毋是？才去，佮看到人摕迄个笛弦吼，一种佚佗物仔，伊就是外形做成就像阮讲弦的迄种通拖啊，伊就是一个讲笛管吧，啊，绑一条绳啊，然后你佮用一支差不多算低的迄种物件绑来挂咧嘛，啊，你得甲摇嘛，啊，摇伊就声会走出来，啊，伊声就真正就是我咧讲嘛，热天公园内底树仔顶会叫的迄种通拖安尼。啊，等下这篇文章就是讲，伫30页即搭遮，我就讲我个人要较无就随接受的就是通拖。伫理工局基金会因的用字就是通，伊就写汉字，啊拖伊就写罗马字。所以因有一个其中一个理路，敢若是讲，一般人较歹认捌的，伊可能就是写罗马字，啊较容易读的，或者是较定定看到的，我都随捌的，因就是写汉字。啊，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明明通拖是一个词，也毋过伊选第一字汉字，第二字罗马字安尼，这是我个人到目前就是较也无到，我嘛敢若较安尼会直接安尼用。当然有当初我咧拍字是我安尼学习啦，就讲上面是输入法的关系，有当阵啊，佮讲第一条、第四条的字，就免拍声调符嘛。啊，有当阵我频段切换输入法的时阵，我就调工第一种第一条、第四条的字，我就拍罗马字，以免调符啊。啊，其他爱调符啊，我就拍汉字安尼。目前我用即种头一步的方式啦。我感觉你头拄仔讲即个吼，其实我嘛有即个有即个疑问伫咧。伊亲像伊即篇文章安尼讲，对啊，伊讲毋过嘛会去掠虫，会使掠，你掠虫嘛，感觉足合理的对无？对啊。人伊在讲的是，毋过嘛会去掠虫拖。对啊，虫掠，什么货是掠虫拖，毋是掠虫，是掠虫拖。对啊。所以安尼是毋是最容易造成无必要的动是啊是啊。你就规个拢写虫拖，你就去虫拖，无你就规去用迄两字较奇怪的人，捌。对啊。所以就安甲变做一个汉字，一个罗马字，真正你就会变掠虫。系啊，是毋是安尼？系啊，所以都这种小像啊，当你看伊鸟鼠，伊鸟鼠伊就写迄个鸟字安尼。啊，当然有教部的汉字，敢若是家写鸟啦，毋过伊就是模拟本调嘛，对无？你看伊遮鸟鼠即个鸟字，伊就写罗马字，毋过咱咧读是。教育部嘿，歹势，这爱请求你若讲教育部吼，伊是读迄个鸟，嘿，写鸟，对，写鸟，嘿，鸟食的食，毋是鸟，是鸟食的鸟安尼。啊，所以迄算文白音吧，是毋是？鸟吼，啊，所以就讲，伊用罗马字写的时阵，可能是讲，惊两种动物写做伙的时阵，去用误会误解，无到底是鸟还是鼠？我咧有才笑，所以讲像即种明明是一个词，讲 mouse， 对无？
以英语来讲是 MOUS 嘛，是不是 MOUS？ 哦，还是大只的 RIT 不管啊，对咱所在，不管你中文，老鼠，还是台语讲鸟鼠，我就感觉明明是一个词嘛，还是你要家讲词组敢会使？我唔知吼，不管，就讲明明是一个词，结果会煞一字汉字一条马字安尼。啊，若准讲安尼，是毋是外国人伫写中文的时阵，老鼠伊老就该写罗马字，伊重点是鼠嘛。啊，老虎老就该写罗马字，重点是虎啊。所以是毋是？迄个重点才写汉字，毋是重点就写其他的字安尼。当然，因中文目前是无允准其他人会安尼写嘛，对无？因的教育部是已经决定，就是甚至强迫所有的拢要翻译做中文汉字嘛，对无？敢若教育部啥物会也是有相关的规定，还是啥？就有即种真严格的规定，就是所有拢变做汉字。袂走其他的符号，敢若是安尼。啊，所以就讲嘛，咱们咧讲什物？啥物？尊重多元，煞要求所有的拢爱写做汉字，啊，毋是要求一致，煞叫人干来使讲中国话。所以根本就是真严重、真明显的商标嘛，对无？对因有利的，因就安尼采用；对因不利的，因就无安尼采用嘛。这是，所以我就讲，咱会来继续坚持咱的本土语言，应该是拢我的观察的是，咱的相对大多数拢是迄种疼心啦。当然，这个疼心嘛是为读台语文了才学到的，在过去可能是拢甲迄个啥基督教开去用到的哟，疼心。啊，当然，一寡字词原底可能是算英语、外语，啊，伊迄个翻译的时阵，可能就是去符合迄个语言嘛，就敢若迄个啥，因讲伊咧传福音，就是爱翻译做当地的土音，互在地人会使较快入慢嘛，毋是坚持讲爱用因原底迄个字音也是语言嘛，听起来看起来敢若是安尼。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啊，最后随我超过时间啦，各位朋友帮思考一下啦吼。30以啊，即个算第5抓吧，互家己保持到底是要读烧热还是烧热？我抓袂准，我感觉敢若拢会通，啊，毋过我毋知，反正就是保持迄个温度啊。我感觉伫遮爱烧热。烧热吼。伊最主要是要保温嘛，保持迄个温度嘛，温度，毋是要回讲有热还是无热。啊，烧热是热天，毋才会烧热。伊咧山顶买你要安怎烧热？2000公尺悬要安怎烧热？所以伊是要做爱互保温迄种感觉，互保持互迄个烧热，迄个热度。迄个热度嘛。读烧热啦，读烧热。我袂记一啦，反正迄拢无重要，无人会记。咱咧讨论即个词的时阵，咱有可能会。我感觉我可能读烧热呢，因为烧热甲读热。不管，反正就是，这是重点。你讲咱个是咧讲你读对啦，阮是咧讲，阮是咧讨论讲啊，即个词类像安尼词类，咱会安怎读？啊，真安那有当时啊会无拄好，咱会自然就怎啊甲烧热去。你讲烧热嘛，袂使讲毋对啊，但是爱看伊的前后文啦。所以伫遮咱是咧讨论讲，那即个词咱是安怎？当然毋是讲安怎是绝对是对，绝对毋对的安尼啦。我的感觉是安尼啦，是咱来讨论讲，咱即个词安怎较拄好？就像头拄仔你讲的迄种安尼，掠汤拖，对啊，还是掠汤，还是掠汤拖？哎呀，鸟鼠嘛是共款啊，掠什么的鸟鼠啊？到底你是什么鼠？还是佫一种类的鸟鼠是无？是佫一种鼠？对啊，明明就觉讲鸟鼠啊。是啊。我感觉共款就伊这，所以这个问题造成。所以这个词啊，这个词来讲，那以我来讲啦吼，伊颠倒2字拢写汉字。啊，结果后壁迄字汉字数2种读音，当然伊可能是讲这你应该读对的啊，那就讨论。到底讲烧热哦。烧热是迄个 hot 的意思啦，啊，毋过伊只是
保持温度的意思啊。所以保持温度，以我个人来讲，就烧热啦，甲烧热。有当阵啊，当然教典伊的迄个用字用法，有可能安怎讲？一时之间，像即大家我就讲嘛，我就讲作者咧写的心肝底，迄个瞬间，伊头壳内底一定有一个声音嘛，对无？啊，敢若会使温准一个词、两字词，无一定拢爱汉字，无一定拢爱罗马字。啊，若即大家为什伊无爱直接写出来迄个罗马字？小字你大概无问题嘛？你要读做其他音，我嘛甲你配合。烧，啊热甲热，当然到底迄个词，我就讲伊的意思，甲即马遮要表达的，无一定是共款的，无一定是共款的，对无？当然讲烧热是温暖，迄个烧热的温暖是天气气候的温暖，啊，毋过后壁是咧讲发烧还是啥嘛？啊，伫即搭遮，以我台语人的语感，若甲读烧热，我点么怪怪，热噗噗。当然，这嘛是安怎讲？无遐侪人有去做即种语词语法，甚至啥物研究，讲伫啥物情景是啥，啊，伫啥物情景是啥，甚至一句内底，若读做烧热哦。互家己保持烧热是啥物意思？互家己保持烧热是啥物意思？我感觉是可能有真差的。当然，嘛有可能无真差，就是 keep warm 票，keep warm。所以真侪代志吼，毋是像戆人所想安尼啦。所以咱去接受讲人规定安怎就是安尼啊。只是讲咱会提出来讨论啊。对。所以拄则读啥物，我是袂记一啦。我是讲，咱离即搭遮是毋是到底要倒一个？吼，我嘛无迄个答案。啊，只是咱安尼讨论，我感觉我个人我会感觉，敢若烧热，我会直觉我会感觉敢若烧热。啊，当然讲教育部敢若烧热即个字音，我就讲嘛，若阵我是要参加教育部认证考试3岁，啊，大概伫即搭遮，你可能嘛真正爱教育的吧，我毋知，因为敢有例句，看卖有例。天气烧热，就教育例句安尼来看是，教育部是讲爱读烧热。我天气烧热，啊，毋过伊只是保持温度呢，对无？个人艾瑞卡伊嘛有甲教典的迄个例句摕出来讲啊，讲伊安怎，伊搅拌搅拌事愈济，心内就愈烧热。热。个真正烧热，我感觉。热甲热有伊的迄个真差嘛，系啊。啊，当然有当阵去看古籍。这是动词哟，这是动词哟。这是会使，这是会使做动词无？毋对，是伊可能。啊，是伊是副词，因为情是名词嘛，啊情真热，啊叫热情。因为有当阵是分。伊烧热两个拢是动词。因为有当阵迄个是迄个啥？有当阵这个汉字要去用什么词性去讲的时阵，会含咱所理解。至少伫学英语的时阵，迄种去分析词性，敢若我感觉有当阵无一定遐尼大吧啦，无一定会遐尼大吧。伊目前看起来，教部所收拢家当做形容词啊。要毋过，咱会讲热点嘛？什么个是啥？什么你热茶冷点？什么我袂记。保持是啥物词哈？保持是啥物词？保持一般是拢当做动词啊，一般两字。动词后面要接什么词？爱看你的用法啦。有当阵你是动词接受词，要毋过有当阵你的动词后壁是迄种副词啊，伊是一个褒义啊，伊是褒义的性质啊。就是咱的教典就是可能若较晚教典，咱就尽量读烧热。啊，毋过台字新书伊有讲到有烧热。烧热。所以这个个人对啊。
伊目前修正嘛是有人讲啊，伊是讲咱咧讨论的，只是讲以咱的语感来讲，咱的情形来讲安尼。对啊。伫遮啦，伫即篇文章拢话咱读，咱读小热比读小热，会感觉讲个清楚。是啊，只是讲提出来讨论啊，啦，上。过来，就是因为教典目前，伊就是教典，对吧？教育部因为可比讲应该准备要结束。老总统伊的政见有一个讲要设立一个做发展中心。另外，判书嘛咧讲，教典毕竟有伊的限制，因为教典伊自我定位是第一中小型的字书典15000字，第二伊设定的使用者就是高中生以下的学生囡仔。当然，教学的老师伊嘛需要知影嘛，所以伊嘛去看。啊，毋过坦白讲，听起来看起来就是伊主要诉求的对象就是高中以下的学生囡仔。所以，敢若是高中以下的学生囡仔，伊所收的书的意义就可能就侪啊，伊毋是全面的字书典。啊，若要全面的字书典，坦白讲，迄嘛毋是教育部的责任啦。虽然讲教育部有啥物全民教育，有啥物国民教育，有啥物义务教育，也毋过，若以一本字书典来讲，这袂是教育部真主要的工课啦。敢若毋是主要，敢若毋是教育部主要的工课，安尼是毋是爱甲即个工课交互更较适当的人去做？啊，目前听起来看起来就是，另外的朴素嘛，就是讲，即种收集字音或者是编做字书典的，目前为止，咱咧查字书典就是爱查足侪本的嘛。阮的台语老师嘛讲啊，照理讲，咱台语人应该一本就好啊。当然，迄一本内底可能就是国民宪主席找台语，听讲找台语内底总共是12本嘛，也毋过是私人去做的嘛。照理讲，中华民国政府，或者是未来咱的台湾人，真正有要义台语这个语言，是毋是应该有一个更较权威解的组织，还是单位去做这种台语字音字词，还是啥，只要有关的，拢甲收入来。可否讲做参人破无关系？小拉里老师想嘛是私人去设的嘛？啊，这其实拢是台语的报啊，只是目前并无够侪人知影嘛。所以讲，这嘛是咱爱继续去努力拍拼的所在啊。好，毋知咱台里嘅朋友各有啥物想法看法？安尼，好。好，感谢三年甲咱分享，欢迎的就是台北时间暗时到咱40点，就是台语时间。啊，拜九拜六就伫即个遮读即个叫做台湾通讯网报。啊，礼拜日本正是阿宽兄带领大家读出史线，欢迎就是至少有一个台语时间就对啦。啊，当然当中啦，最近敢拢过去即半年讲的超时间的款啦吼，欢迎就安心自在自由自在啦。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来听即个台湾通讯网报。311集就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嘅朋友做伙来读念，也感谢台下朋友听阮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好，今日读到遮咯，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各位，再会。